肉丝，解开，有奖，挨着。哇！哎呀，大脚啊！我今天请你去吃饭，好不好？别瞎扯了，赶紧把小卖部的账给结了。哇！姐夫，我求你了，姐夫，我这都快成中外影视剧集锦了，这不是我能说了算的，得这位大姐点头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恋爱不是这样的。不是，大姐，那你说一下你们的恋爱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的恋爱是这样的。其实也不算很疼吧。你试试。其实，咱们不也是看在钱的份上吗？钱？这他妈跟卖身有什么区别啊？我跟你们说，老子世代单传，我不能毁在他一个人手上。可是你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可怜？可怜在哪儿了？谁可怜我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别说她男朋友现在对她迷途知返了，就是她男朋友现在对她一往情深，我也必须给她搅黄了。谁拦我，我跟他急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帮没良心的，连句安慰都没有。会吧？这大晚上的这么应景啊！哎呀，不走，自己伤害了我，却一笑而过。不是大姐，你别找我呀！我这人虽然见了斩花回头斩旗了，可是我没伤害过谁。你找我诉苦也没用啊，我帮你也诉不了。不是，大姐，那个你就把我当个屁，把我当个屁一样的放了啊！老板，再来5个腰子。吃不了那么多。10个。你是不是女的呀？呀，咱们能不能讨论点正事儿？我姐夫不是说了吗？不干了。钱都收了，你不干了？不是，我倒不觉得是钱的事儿，我们有责任的。别逗了，你对他有什么责任？他信任我们呀。那信任我的人还多呢，我都辜负了，还差他一个啊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看，那天他说，哟，金林哥，哎，你们也太不仗义了吧！啊？我怎么了？你要是把今晚的事说出去，这是你的下场！啊！林哥，没什么，你们刚说什么呢？姐夫啊，什么人觉得我们应该当就陪娜？你说对不对？裴娜也是女人呐，是女人就有脆弱的一面。你看她今天下午哭得多惨啊！虽然外表坚强，但我的内心弱。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。这年头，男人比女人还。
所以我只能强悍起来，保护我和我身边的人。我是想让别人呵护、爱护，可是没有人给我这个机会。大上帝，我心里苦。女强人也是女人吗？再说裴娜是女强人，都低估她了。她得算是那种女金刚石人，还得是刀穿不透、火烧不尽、一言不合就给你锯钻石的主。对对对，我也觉得那个裴娜发起病来，没人能治得了她。我都怀疑她脑子有问题。你说我们要是失败了，万一没能满足她的要求，她男朋友呢，跟前女友跑了，她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帮不帮啊？你以后要是不帮我们这些骄傲的女人，这个就是送你上路的道具。哎，帮！帮！什么？一定要帮！不就是整垮前女友吗？这案子我接了。为了我们的胜利，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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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裴娜说了，李薇这2个月集中出现了消极、怠慢、躲躲藏藏、早出晚归，我们统称为非暴力不合作期，也就是说，分手的第2个阶段。他还敢跟我分手？哎，跟你谈恋爱又不是法律，凭什么不敢分手啊？我对。刚才裴娜又说了，她跟李薇相处这2年里面，完全的清除了跟李薇一切有可能接触到的异性，包括楼下张大娘那只小母狗。啊！所以，我们现在唯一的目标，锁定在了李薇的前任 X 女士身上。为什么称之为 X 女士呢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小姐一无所知，我们只能对唯一的线索，也就是李薇，进行搜查。以下是李薇经常出现的几个场所：李薇的家、李薇的公司、裴娜的学校、裴娜家。这个 X 女士到底是谁呢？哎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哎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你干什么呀？我送你上医院吧。不要。先生，我送你吧。
击！你要打劫的话，拿去，别伤人。住手！别动！站！滚！先生你好，那个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没关系。给我上！别动！再捅死你！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哥，怎么样？怎么也哭了？别动啊！哎，别，过来，你上！过来！你要打劫的话，你怎么样？别！你不要动什么？我有！这样音乐的保安是越来越差了。哎呀！哪儿呢？带你这么好走啊？干什么？人呢？这鞋谁的？哎！这么看来是你的了。小美啊，一会儿咱好好的说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，我脸上的鞋印子怎么了？你伤害了我。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你昨晚上喝多了，抱着我又哭又闹的。我本来想把你送到楼上的，结果谁知道你对我不依不饶啊！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呢是为了我更好的成长和发展，你不顾着自己喝醉的身体、疲惫的精神，孜孜不倦地教诲着我，仍然坚持在教育的第一前线，我十分的感激你。所以你为了报答我，就脚踩我的脸。你在谆谆教诲我的同时呢，你脚底一滑，不幸要摔倒，我不能见死不救呀！我冲上前去，正要救你的同时，谁知道我这功夫练不到家，我也滑倒了，不小心脚一蹭，就蹭到了你的脸上。我对此事啊，万分的内疚和自责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我如果说假话的话，一个雷，咔嚓劈死我！算了，再有下次的话，打折你的腿。哎，干嘛？其实你昨晚那样挺可爱的。昨天晚上，你敢说出去？